安南银发幼活园区精心为7日仁爱之家，位伫咧安南区中和路2段。伫7日仁爱之家拆卸了后，台南市政府积极整顿园区设备，并进行建物补强。伫今年顺利委由财团法人门诺社会福利慈善基金会经营。伫园区设置社区式日间照顾、老人住宿以及中青下院等服务，并开放都市交易室、体适能教室，提供予邻近社区民众使用，让园区享有更多社会交流以及资源共享的功能。我们门诺基金会跟台南市政府一起合作的乐活长者银发优活园区，我们看到了这个园区可以说是提供了最优质的服务，能够提供52间单人的套房给住宿套房给长者来住宿，然后又有提供将近60多位的这个日照的服务，可以让不管是跟孩子住在一起的年长者，或是自己住的这个年长者，不管是在这边住宿或者在这边做日照，都能提供最好的服务。尤其它就在安南医院的隔壁，许多医疗服务跟照顾都是可以连结在一起的。我们觉得是这个，不管是空间的配置，或者是内部的生活机能的服务，甚至医疗的服务跟年长者的社交的这个服务都是最好的。这么样子的一个好的地方，而且它收费居然是全台南，甚至可以说是全台湾最便宜的地方之一。黄伟哲除了感谢门诺基金会以外，也特别感谢永恒、古都、仁爱、北门、成功等赛主会，还有台南精英扶轮社、东湖工程厂商联谊会、IMC 台南市国际工商经营研究社等民间的爱心资源，共同捐赠80多万，提供园区富具银行开办使用，做好台南的乡亲长辈。市府也希望透过公私协力，齐心努力，共同打造幸福美好的温暖大台南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。